再来看这丹那市风台过了，伫台南的灾区呢是清出超过15000栋歹去的家具甲粪扫，这等于是7个月的粪扫量。即马全台南市已经有设46大的集中场，也毋过所发现是有人来乌白蛋、石面遐等等有毒的废弃物。当地人是怨叹讲囤遮侪工拢无人来甲清，若准阁继续甲拖落去，安尼恐惊会影响到环境的卫生。 台南市各区的三股里活动中心边有设暂时粪扫集中区，即卖将废弃物囤干那山，而且各种废弃物拢总有，根本无分类。附近民众真无奈，在地里长嘛怨叹遮清运的能量分配无平均，公部门对灾区的优先顺序认定，或者在灾民面对如苍苍的现况，嘛敢若会当有苦往心来吞。从风台来，风台飞到近啊，一直蹲到这阵啊，就无奈就只咧等。系啊，无奈啊，系啊。 北边是灾区啦，吼，大家即个要复原，吼，灾后复原即个动作，啊嘛足希望会当赶紧来清运，因为即马嘛是拄啊并没有吼，即个滋生源的这个好花期啦，啊嘛足惊讲吼会引起吼即个天高热的即个爆发。另外一边伫满头区的粪扫集中区，同款有破沟户的砖压都压满世界，不过竟然互人发现有民众乌白蛋、石面遐，环保局嘛强调，为着要防止乌白蛋，伊嘛陆续先甲粪扫集中场先关起来，伊嘛呼吁民众若有石面遐，爱先家己包好好势，才去公所登记，派人来载。的一个处置啊，它规定一定要先到公所来登记，先前呢要在自家里面先用太空包把它包织好、堆置好，然后到区公所这边登记，由区公所会诊之后给环保局废管科来统一处理。已经有登记了2300多件的这个石棉瓦的清运的一个件数，那我们也不停的加快脚步在清理这些石棉瓦。那这次的风灾，我们已经清理了180吨的这个石棉瓦。临时粪扫集中区出现石面遐，后续就惊产生环境卫生问题。这场风灾过后，环保局已经清运超过平常时7个月量的粪扫，依然是咧考验政府后续的应变能力。记者出台南采访报道。